我们负责施工，然后设计是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图纸，今天可以出来，然后已经开工了。我们因为工期非常的紧，所以这按照紧急抢险工程，所以就昨天下午开会，今天就进场了，7天工期完成，然后再留2到3天，因为医疗设备要进场进行安装和调试，预计2月3号我们可以投入使用，开始接纳病人。我们这个设计25000平方的建筑面积，有1000个床位，所以可以供1000个这个病患入住。这里早上刚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工程车辆是正在进行加紧的施工。据我们了解呢，他们昨天的官方通报说是活动板房，不仅建设速度快，而且花钱也不多，是非常实用。组装完成的集装箱直接调运到这里来拼装完成。但是现在正值春节期间，所以能否再调到这么多道啊？但这一个专门医院呢，建筑面积为2.5万平方米，可以容纳1000张病床，好完成。据湖北省卫健委的一个官方通报，我们可以看整个的通告呢是在昨天夜里刚刚发出的，或者说今天凌晨刚刚发出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能得到有效的官方信息并不多。我们现在94例还仍在院治疗，重症106例，危重症23例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专门医院呢，现在是由4家单位在统一建设，包括中建3局、武汉建。开始。有我们在，大家安心过年，给大家拜年了。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大武汉的速度。面对疫情，这么多机械，这么多人都在现场，争分夺秒抢建医院。